关于黄王雄主委的提名，前阵子黄国昌委员有说，他觉得黄主委太过轻马，这样子的提名算是那个糟蹋转型正义。另外还有个消息说，这个教授陈翠莲，他因为也认为那个黄王雄不适合担任主委，所以婉拒出任委员。不晓得有没有这样讯息？我想向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黄王雄先生他在党外民主时代都从事民主运动。大家知道，在那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从事民主运动是相当有危险性的。那很多人也在那个时代因为从事民主运动，被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那可能从事了一些不管是各个方面的一些破坏，所以有的人也因为如此而被抓去关了，有的人甚至丧失了生命。所以黄王雄先生在白色恐怖时代，他就勇敢地站出来为台湾的民主而努力跟奋斗。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他在转型正义里面，他从事监委的时期，那他对于拉法业界国防事务的投入，他对于不当党产相关的调查，我想大家现在很多的不当党产的这些资料，都是当时黄王雄先生他担任监委的时候所调查出来的那些宝贵的资料，都是他从事出来的。所以或许有人对他有一些意见，不过我想这些意见经过检验，应该是可以了解的，也能够澄清的。所以这一部分，我想我们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所有的委员，都必须经过立法院的同意。他不是说我们这边直接就任命，所以我想，因为他要经过同意，他必须到立法院来接受委员们的审查，还有委员们会投票，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由立法院来做相关的决定。好，在这里做个说明。